营建署去年逼出官商勾结的弊案，在进前的道路工程组组长张志明领内，涉嫌收这前瞻建设厂商的乌生钱7500多万。那讲到这本地区长詹家兴呢，是涉嫌接受这厂商性交贷，两个人维持争执重大。监察院今日公告，以13票全票通过单决，专案移送庭改法院审理。组长有收贿吗？还是有接受招待吗？去年互检方带回约谈说明了后，互人羁押禁见。伊是原营建署道路工程组长张志明。另外一个用衫甲家己包起来是科长詹家兴，两个人涉嫌阿户厂商得标亲戚竞标案，互人起诉。即马监察院嘛通过单核。监察院12月7日通过单核案文指出，张志明涉嫌收厂商的乌西甲无正当利益7500万，佮有泄露秘密甲婚外情。詹家兴共款接受厂商有查某人陪酒的餐会加性服务招待，严重损害政府补助加采购事务公平，以及公务人员的名声情况严重。所以13位监察委员全部通过单核，专案移送庭改法院审理。张姓被告身为营建署组长，长期收受厂商贿赂，贪生毒色，严重损害政府补助及采购事务之公平性。饭后毫无悔意，建请法院判决应执行有期徒刑25年，并宣告褫夺公权。检方已经对张志明求刑25年，因为专案乌西范围包括推动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等3多项营建署负责的前瞻计划案，预算总额度超过409亿。张志明透过哪位田天才办公室执行长张天良做白手套，收厂商的现金加招待，包括替饲查某买车，互人讲是最近上贪心的公务人员。对于单核案，已经为营建署改制的国土管理署表示，暂时无法度对外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